歡迎光臨九龍站，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東涌綫月台、機場快綫大堂及客務中心嘅路綫指引。如要前往東涌綫月台而選擇使用樓梯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左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第六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入閘機。入閘後，再沿引導徑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通往東涌綫月台之樓梯。到達月台後，右邊為往東涌方向之月台，左邊為往香港方向之月台。如要前往東涌綫月台而選擇使用升降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左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第七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入閘機。入閘後，再沿引導徑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通往東涌綫月台之升降機。到達月台後，前方為往香港方向之月台，後方為往東涌方向之月台。如要前往機場快綫大堂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左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機場快綫大堂。如要前往客務中心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左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第五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客務中心。